歡迎大家翻到嚟無謂講啊，我係青子啊。自從財政預算案出爐之後啊，有人歡喜就有人愁啊。872億嘅財政赤字啊，受苦最深啊，都係市民啊。由治及興嘅呢個階段當中啊，就見唔少商鋪啊都紛紛結業啊。無論係大型嘅信和集團啊嘅沙爹軒，定係屈臣氏集團旗下嘅百佳超級市場，又或者一啲小型嘅老字號商鋪啊，都氣息奄奄啊。就好似呢間富有52年歷史嘅新光戲院啊，都飽受時移逆勢、經營困難啊，以及租金等等荊棘滿布嘅道路啊，以達到咗一個華麗閉幕嘅新光圓滿之夜。不過李居明大師就話啦，雖然硬件冇咗，但係軟件仍然會喺度，粵劇嘅文化仍然都會繼續推廣發展啊，並且會喺6月5號至8號啊喺西九龍文化中心啊嘅戲曲中心會演出最近好出位嘅粵劇特朗普啊，而呢種懂得彈性走位而能屈能伸嘅精神呢，係好值得我哋學習噶。咁啊，除咗新光戲院之外呢，其實喺2月至到3月頭啊，就有一大堆店鋪都關門大吉噶啦。就例如荃灣啊一間老字號嘅海味鋪頭啊，叫做金飯碗，準備喺3月11日正式結業啊。而老闆啊就指出啊，生意額啊就唔夠用嚟交租啦，依家嘅生意咧就大不如前啊，好多熟客啊都移咗民啊，同埋好多客人啊都去咗大灣區消費啊，咁啊可以預示到香港嘅零售業嚟緊嘅日子係有好重大嘅挑戰噶。我知道係零售界面對不同嘅挑戰嘅。咁啊，大家咧都可以睇翻個結業名單啊，都好多商鋪咧入咗榜嘅，係咪似曾相識咧？就連新寶戲院啊，最新消息啊，3月底啊就結業啦。咁啊，大家香港人互相支持，自求多福啦。咁啊，今集講住咁多先，歡迎大家下次再翻嚟無謂講啦。